头等来国内来关心新北市的实质。昨昏半暝，伫半暝啊是有一个查甫人赛车伫车大路撇来撇去，佮差点要去弄到警察车。警察伫这只车的车顶有超出毒品，认为驾驶有可能是食毒赛车。另外，伫新北的蘆洲，有民众那亲像是因为食毒，伫厝内举刀啊乌白人，佮走去大路，互附近的民众真惊吓。爬下去啊！下去！警方甲伊围起了，甲人压伫咧涂骹。这个查甫人一直大声喝救，因为几分钟之前，伊的行为互大家拢惊到。他拿刀，快走快走！手举一支牛排刀，哪行哪演。有人叫伊卖行内时，伊个举刀甲人呛声，个用骹斩乌多摆。警方讲，这个查甫人有可能是食毒。警方于陈姓犯嫌住处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代志发生伫咧新北市蘆洲，17头早12点外，经过警方调查发现，45岁姓陈的查甫人，敢若是食毒了，精神状况无啥好。伫咧厝内家囡仔起完家，抑阁举一支刀一直压。因后生摕喷火器甲伊喷了，人就走去四化。一个做老爸也伫落楼梯，伫咧路一直行，两边搁相拄了，伫咧路大声骂。你安怎差点仔弄到我的车？你当我拢无咧甲你注意哦。共款甲食毒有关系是，警方伫咧路甲这台车抓来，因为开车的这个查甫人车是向紧、向慢，驶来歪去。警方经过路口时阵，伊煞停来。甲警方伫咧算密小车，被认定是危险驾驶。驾驶神情恍惚，眼神无法对焦，速度缓慢，左右蛇行，甚至差点撞上警车。同仁当下判断，该车无法正常行驶。规件案件是发生伫咧新北市汐止，警方怀疑这个52岁姓戚的工人开车安尼摇摇摆摆，有可能是食毒了开车，因为嫌犯的车内也有超出各种毒品，除了有安非他命、海洛因。伫这个正泛滥的伊托米酯药物，警方甲人依照毒品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